你係咪都試過夜闌人靜嘅時候瞓唔着覺，諗起自己大半生捱過嘅苦，跌過嘅跤，食過嘅虧，個心無端端覺得好委屈，覺得老天爺對你真係唔公平。但係今日我要話俾你聽一個反常嘅真相，你以為自己食虧跌跤係命苦，其實嗰啲全部都係老天爺喺度護住你，幫你擋緊更大嘅災。老天爺嘅安排永遠比你自己揀嘅高明得多。各位朋友，今日我要同大家傾一個好重要嘅話題，呢個話題同我哋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。無論你今年幾多歲，無論你而家經歷緊啲乜嘢難關，聽完今日呢番話都會令你有一種醍醐灌頂嘅感覺。我要講嘅究竟係乜？就係老天爺嘅安排永遠比你自己嘅選擇要高明得多。當你睇唔透嘅時候，你一定會覺得老天爺對你唔公平，覺得點解衰嘢硬係發生喺自己身上。但當你真正睇透咗之後，你先會恍然大悟，原來過往發生嘅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而家已經係2026年啦，時間過得真係快，眨下眼大半世人就咁過去。我記得舊陣時同人講呢啲道理，好多人聽唔明，甚至根本聽唔入耳，覺得我喺度講風涼話。但係慢慢地，越嚟越多嘅人開始明白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大家都身體經歷過啦。人生好多嘢就係咁，你唔自己行過嗰條路，跌過嗰一跤，你永遠唔會知個道理究竟啱唔啱。你行到仆低損手爛腳，你先知條路原來咁唔平。你食過人哋嘅虧，俾人搵過笨，你先知人心險惡。你真係失去咗一樣你好着緊嘅嘢，你先知道乜嘢先係真正屬於你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呢個血淋淋但又好真實嘅道理，千祈唔好驚失去。你要記住，你所失去嘅本身就唔屬於你，而你真正能夠擁有嘅永遠都唔會失去。呢句說話聽落好簡單，3歲細蚊仔都識講，但真正可以參透可以做到嘅人真係寥寥無幾。點解？因為人都有執念，人都貪心，咩都想揸實喺手，以為揸得越實就越安全。但事實係，你揸得越實，貪得越多，到最後你失去嘅就越多，個心就越痛。相反，當你放得開，你反而會得到更多。呢個就係易經一早教落我哋嘅道理。我哋首先嚟傾第一個問題，點解話老天爺安排嘅永遠比你自己揀嘅更好？大家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事實，人嘅眼光係非常之局限嘅，你最多只可以睇到眼前3步遠嘅路，睇到眼前嗰一丁點利益。10步之後係咩光景？10年之後又會變成點？你根本睇唔透。但老天爺唔同，老天爺睇嘅係全局，係成盤棋。你以為你而家揀咗一條康莊大道，點知行咗一排先發現呢條路根本就係死胡同。你以為而家冇咗一樣嘢，個心痛到不得了，覺得世界末日。但係過多幾年，當你回頭再望，你反而會慶幸自己當年冇得到嗰樣嘢。我識得一個後生仔叫阿傑，當年佢大學畢業，手頭上有2份工揀，一份係大城市裏面嘅大機構，人工高，福利好，前景睇落一片光明；另一份係細城市嘅細公司，人工麻麻地，將來係點都睇唔通透，毫無懸念。阿傑揀咗嗰間大公司，點解？因為喺佢眼中，嗰個係佢最好嘅選擇。結果點呢？入到去先發現，間公司裏面啲人事鬥爭複雜到嚇死人，日日都要防住俾人試。佢每日返工根本唔係做嘢，而係要去應付各種勾心鬥角嘅複雜人際關係。佢連做正經事嘅精力都冇晒，挨咗3年，卒之挨出個抑鬱症嚟，唯有辭職走人，返屋企休養。後來佢去咗當初睇唔上眼嗰間細公司做嘢，雖然薪水唔及以前咁多，但環境好簡單，同事之間有傾有講，相處得好融洽。佢做得好開心，身體同精神都慢慢好返晒。佢後嚟同我講，早知係咁，我當初就應該揀呢間細公司啦，白白浪費咗3年時間。我同佢講，你當初就算揀咗細公司，你都唔會甘心嘅，因為你未比較過，你個心永遠會牽掛住嗰間大機構，覺得嗰度先係最好。你失去嗰3年，
其實就係老天爺特登安排你去經歷嘅。佢要借呢3年嘅苦，令你真正明白乜嘢先係對你最重要。呢個例子話俾我哋知乜嘢？就係好多時你當下係睇唔明嘅，要過一段時間你先會睇得清。你以為嘅好，唔一定係真嘅好；你以為嘅壞，亦都唔一定係真嘅壞。老天爺要你失去一啲嘢，要你經歷一啲挫折，其實喺背後係度保護緊你，係幫你清走啲障礙，為你迎接更好嘅嘢做準備。易經裏面有句說話叫做樂極必復，咩意思啊？就係當你被掠奪到極點，覺得自己一無所有，去到最低谷嘅時候，其實好運就快要翻嚟啦。你冇咗啲嘢，千祈唔好太難過，因為老天爺只係幫你清理緊空間，騰出個位，等更好嘅嘢可以入嚟。就好似一間屋咁，你如果將啲舊雜物塞到滿一滿，連行步路都難，新嘅家起又點搬得入去呢？你失去咗一啲舊嘅嘢，嗰啲新嘅更好嘅嘢先至有位擺得落。呢個就係老天爺嘅安排。好多人問我，咁我點樣先知道邊啲係老天爺嘅安排，邊啲係我自己嘅選擇呢？我話俾大家聽，你根本唔需要分得咁清楚，你只需要學識一件事，就係順其自然。你唔好強求，唔好執着，該嚟嘅時候到咗自然會嚟，該走嘅你點留都留唔住。你越係想死命揸實，佢走得越快；你越係放得開，佢反而可能會留低。老子話道法自然。咩叫自然？自然就係該點樣就點樣。花到咗該開嘅季節，自然就會開；到咗該凋謝嘅時候，自然就會謝。你冇可能逼一朵花永遠盛開，咁係適反自然。你亦都冇可能要一個人永遠青春不老，咁樣都係適反自然。人生都係一樣，有得必有失，有聚必有散，有喜必有樂。你由心底裏接受呢個規律，你就唔會再覺得痛苦。如果你唔接受呢個規律，日日同天抗衡，你就日日都會活喺煎熬之中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諗，道理我都明，但點解事到臨頭，我哋依然會咁驚失去？點解望住啲嘢走，個心會咁痛？其實人之所以驚失去，歸根究底係因為心裏面有一樣好可怕嘅執念。你連琴日嘅自己都留唔住，你又憑咩覺得自己可以留得住身外物呢？其實人之所以驚失去，歸根究底係因為2個字：執念。乜嘢係執念啊？就係你打從心底裏認定某樣嘢係你嘅，你覺得層樓係你嘅，架車係你嘅，啲錢係你嘅，份工、你個伴侶、你啲仔女，甚至乎你嘅健康同青春，你都覺得全部係屬於你個人嘅。既然係你嘅，如果突然間冇咗，你梗係驚啦，梗係痛啦。但係各位老友，你試下靜低心嚟，冷靜咁諗一諗，呢啲嘢真係屬於你嘅咩？你以為層樓係你買嘅就係你嘅？你諗深一層，100年前呢塊地呢間屋係邊個嘅？100年之後呢層樓又會變做邊個嘅？你不過係喺呢段時間入面暫時住喺裏面嘅一個過客咋。你架車揸個10年8年就要換，佢真係你嘅咩？你荷包入面啲錢今日喺你手，聽日可能就使咗去第二度，佢真係跟你一世咩？再講下身邊嘅人，你個伴侶同你一齊係因為佢當下有佢嘅選擇同自由，佢係一個活生生嘅人，唔係一件掛咗你個名嘅附屬品，佢唔係屬於你嘅。你啲仔女，佢哋係獨立嘅個體，有自己嘅生命，有自己要行嘅路，佢哋亦都唔係你嘅私人財產。仲有你嘅健康，今日行得走得，聽日可能就病痛纏身。你嘅青春更加唔使講，日日都喺度靜靜雞咁溜走，你搵雙手去死命揸實，都係揸唔住嘅。你睇下呢個世上根本冇一樣嘢係真正屬於你嘅，你只不過係暫時擁有，暫時借用緊。你真正能夠擁有嘅，只係你當下呢一刻嘅體驗同感受。除此之外，全部都係一場錯覺。當你真正明白呢個道理，你就唔會再咁驚失去啦。因為你從來都冇真正擁有過，又何來失去呢？佛家入面有一句說話叫做諸法無我，咩意思啊？就係話世間所有嘅事物都冇一個永恆不變嘅我喺背後做主宰。你以為有一個我喺度擁有緊呢啲嘢，
其實連嗰個我本身都係虛幻嘅，係不停變緊嘅。琴日嘅你同今日嘅你已經唔係同一個你啦。你身體啲細胞日日更新，你嘅諗法隨住經歷改變，你嘅身體亦都慢慢老化。既然連我都唔係固定嘅，咁我嘅嘢又點可能係固定不變嘅呢？孔子都講過一句話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真也。時間就好似河水咁，日日夜夜都喺度流走，你捉唔住時間，亦都捉唔住任何嘢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順應呢個流走嘅過程，喺呢個過程入面好好咁活出自己嘅意義。我成日同身邊啲朋友講，人生就好似搭火車咁，你由起點站上車，沿途會經過好多唔同嘅站，每一個站都會有人上車，有人落車，有啲人同你坐得耐啲，有啲人坐一兩個站就走咗，有啲風景你睇得耐啲，有啲風景就一閃而過。你唔好因為一個人要落車就傷心欲絕，因為佢本身就有佢自己嘅目的地。你亦都唔好因為一處靚風景過咗去就覺得遺憾，因為前面仲有新嘅風景等緊你。最緊要係咩啊？當你失去一樣嘢嘅時候，你第一反應唔好係抗拒，唔好係唔甘心。好多人一遇到變故就會怨天尤人，點解係我啊？點解會搞成咁？我到底做錯啲乜？各位，呢種諗法不但幫唔到件事，仲會令你痛苦百倍，因為你喺度抗拒緊一個已經發生咗嘅事實，而事實係唔會因為你嘅抗拒而改變嘅。易經裏面有一個好核心嘅智慧，叫做順勢而為。咩叫勢？就係事情發展嘅必然趨勢。你失去咗一樣嘢，呢個就係已經造成嘅事實，你冇得令時光倒流。你可以做嘅就係順住呢個事實繼續向前行，睇下呢個事實會帶你去到邊個新嘅天地。我識得一位女士，45歲嗰年，佢老公突然間同佢提出離婚，佢完全冇心理準備，覺得成個天都跌咗落嚟。佢喊過、鬧過，甚至低聲下氣去求個老公唔好走，但係個男人鐵咗心，最後都係離咗婚。啱啱離婚嗰段時間，佢日日以淚洗面，覺得自己人生完啦，咩都冇晒。但係捱過咗最難捱嗰段日子，佢慢慢諗通咗，既然條路逼到埋嚟，唯有行落去啦。佢開始去學一啲以前好想學，但因為要照顧屋企而冇時間學嘅嘢。佢去學畫畫，去學瑜伽，一個人去旅行。佢慢慢發現，原來一個人嘅生活都可以好精彩。佢揾翻以前嗰個開朗嘅自己。後來佢喺學畫畫嘅時候，遇到一位比前夫更好嘅伴侶，兩個人志同道合，相處得不知幾舒服。佢後嚟同我講，如果當初冇離婚，我永遠都唔會知自己原來可以過啲咁正嘅生活。離婚嗰陣，我以為我失去咗全世界，而家翻轉頭睇，我失去嘅只不過係一個根本唔屬於我、唔識珍惜我嘅人，但我得到嘅係成個全新嘅人生。你睇，呢個就係老天爺嘅安排，就係順勢而為嘅結果。你以為你失去咗，其實老天爺係用另一種方式俾緊更好嘅嘢你，只係當時嘅你俾情緒遮住對眼，睇唔到咋。所以話大家要俾老天爺一點時間，亦都要俾自己一點時間。時間會話俾你知答案，時間會證明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話，你講就天下無敵，道理人人都明，但真係要放手嗰陣，邊有咁易啊？係噶，道理大家都會聽，但點解真係面對失去嗰一刻，有啲人可以好快企翻起身，笑住行出嚟，有啲人就喊到盲咗對眼，成世都走唔出個死胡同呢？其實人同人之間最大嘅差距，唔係差喺你戶口有幾多錢，亦都唔係差喺你讀過幾多書，而係差喺你個心度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講下，點樣先可以真真正正練就出一副不懼失去嘅強大心態。你要做到呢一點，唔係靠死忍，亦都唔係靠麻醉自己，而係要喺3個層面落足功夫。第一，理上明白；第二，事上磨難；第三，心上放下。我哋先講第一樣，咩叫做理上明白？好多人聽完我頭先講嗰啲道理，點晒頭話係啊係啊，身外物帶唔走。我明啊，各位，嗰啲叫耳入風出，唔算係真明白。你腦裏面知道，同你個心真係接受，係兩回事嚟嘅。理上明白，
係要你將無常呢兩個字徹底刻落骨髓度。你要真係想通透，你眼前擁有嘅一切，無論係感情、財富定係名利，全部都只係因緣和合而生。緣分到咗，聚埋一齊；緣分盡咗，自然就散。得失就好似日出日落咁，係最自然不過嘅天地規律。你唔可以淨係用對耳仔去聽，你要用心去反覆琢磨。當你明白你以為嘅失去，其實只係另一個得到嘅開始，你先至有機會真正接受現實。呢個係基礎。如果你連個理都未諗通，後面嗰啲根本就做唔到。好啦，理上明白咗，係咪就天下無敵呢？絕對唔係，因為你要過第二關，事上磨練。我成日同身邊啲人講，道理講得再通透，都係紙上談兵。遇唔到事，個個都係大師；一遇到事，個個都變返凡人。你平時打咗諗得幾開都好，到你真係跌咗個銀包，做生意蝕咗大錢，或者俾人背叛嗰陣，你個心一樣會痛，一樣會覺得委屈。呢啲係極之正常嘅。你唔好怪自己，因為你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，你唔係舊木頭。但係世上磨練嘅精髓就係，你要喺每一次嘅失去當中去練習放低。第一次遇到挫折，你可能要喊足3個月，日日食唔安坐唔落。第二次再失去一樣嘢，你可能難過1個月就慢慢平復。到第3次、第4次，你可能痛1個星期，甚至瞓一覺醒嚟就識得同自己講，算啦，隨緣啦。慢慢地，你嘅承受能力會越嚟越強，你睇嘢會越嚟越開。呢個世上冇人生出嚟就係唔驚失去嘅。所有活得通透嘅人，都係喺一次又一次嘅損手爛腳之中，慢慢學識點樣包紮傷口，點樣繼續行路。呢個就叫事上磨練。到咗最後一關，亦都係最難嘅一關，叫做心上放下。理上明白係頭腦層面嘅事，事上磨練係行為層面嘅事，而心上放下係心靈層面嘅升華。你要真係由內心深處將嗰嚿石頭揼低，你先可以做到真正嘅不懼失去。點樣先可以心上放下？古人教落，你要修3種心：修平常心、修感恩心、修自在心。咩叫平常心啊？好簡單，就係得之不喜，失之不憂。中咗馬票，唔好開心到忘形，因為錢可以惹挨；做生意蝕咗，亦都唔好愁到想跳樓，因為錢冇咗可以再揾。保持住一種平平穩穩嘅狀態，水波不興。咩叫感恩心？就係無論你得到定係失去，你都由心底裏講句多謝。得到嗰陣，你感恩老天爺嘅眷顧；失去嗰陣，你更加要感恩，因為每一次失去，其實都係老天爺俾你嘅一次考試，係一次令你變得更加成熟、更加百毒不侵嘅成長機會。最後，咩叫自在心？就係你個心唔再俾出面嘅世界兼住個鼻走，外面啲嘢嚟咗，你個心唔會跟住佢飛上天；外面啲嘢走咗，你個心亦都唔會跟住佢跌落谷底。你將個心安安穩穩咁擺翻喺自己身上，唔依賴任何外在嘅人同物去俾安全感你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人真事。我識得一個老人家，今年已經90幾歲啦，仲係行得走得，腰板挺直。最難得嘅係佢個心態，後生過好多20幾歲嘅氹仔。有次我同佢飲茶，我就問佢：伯伯，你咁長壽，咁開心，到底有咩秘訣㗎？佢笑笑口咁同我講：邊有咩秘訣啊？咪就係4個字，睇淡得失咯。佢話：我呢大半世人失去嘅嘢實在太多太多啦。後生嗰陣捱窮，經歷過打仗，走過難；中年嗰陣辛苦建立嘅生意，一個金融風暴就冇咗一半。到老啦，青春冇咗，健康差咗，身邊嘅親人、老朋友一個一個咁走先過我。如果我下下都計較，我一早激死咗啦。但我冇為呢啲失去而痛苦。點解？因為我一早就知呢啲嘢本來就唔係我嘅。我今日仲有命坐喺度，仲有啖茶飲，仲可以同你傾下偈。呢啲全部都係老天爺額外賞賜俾我嘅恩賜。我淨係掛住感恩都嚟唔切啦，邊得閒去抱怨啊？各位，你聽下，呢個就係將平常心、感恩心、自在心收到入晒骨髓嘅境界。當你真係收到呢個地步，你就會明白，原來失去並不可怕，
可怕嘅係你為咗嗰啲根本唔屬於你嘅嘢，賠上咗你自己嘅人生。不過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好疑惑，既然你話層樓唔係我嘅，架車唔係我嘅，啲錢唔係我嘅，甚至連身邊嘅人都唔係我嘅，咁呢個世界上到底有咩嘢先係真正屬於我嘅？你以為自己慳食近用，拼死拼活儲埋幾層樓留俾啲兒孫，就係對佢哋最好嘅保障？錯啦，其實你死命留俾佢哋嘅實質財富，隨時會害咗佢哋。真正能夠保你同你下一代平安嘅，係你睇唔見嘅嗰一本數簿。我話俾各位老友聽，有3樣嘢係你真正嘅底牌。第一樣就係你嘅經歷，你呢，大半世人自己親自行過嘅路，做過嘅事，捱過嘅苦，享過嘅福，呢啲全部都係屬於你嘅，冇任何人可以由你身上攞走，亦都冇任何人可以替代你去感受。你後生嗰陣懵下出去社會闖蕩，去拼搏，去愛，去恨，去經歷成功，亦都經歷過跌到一頸血嘅失敗。呢啲兜兜轉轉嘅經歷，一點一滴咁塑造咗今日呢個成熟穩重嘅你。佢哋係你生命入面不可分割嘅一部分，係你永遠嘅財富。就算你聽日突然間遇上風浪，所有物質財富一鋪清袋，但你腦海裏面嗰啲風風雨雨嘅記憶，你嗰啲跌低過又再爬翻起身嘅本事，係永遠都會跟你一世嘅。有呢啲經歷打底，就算將你掟去荒田，你都有本事重新嚟過。第二樣真正屬於你嘅，係你嘅智慧。大家要分清楚，智慧同知識係兩回事嚟嘅。你睇過嘅書，你思考過嘅問題，你喺人生百態裏面領悟到嘅道理，呢啲先叫做智慧。知識係人哋話俾你知嘅，係可以寫落張紙度，可以傳入電腦裏面，可以教俾第二個人嘅。但係智慧唔得，智慧係你自己親身撞過板，然後喺個心入面慢慢熬出嚟嘅精華。智慧只可以留喺你心裏面，透過你日常嘅言行舉止、待人接物，慢慢流露翻出嚟。你呢一輩子學到嘅教訓，你喺低谷裏面悟透嘅人生道理，呢啲全部都係你個人專屬嘅寶藏，冇人可以奪走。第三樣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樣，就係你嘅德行。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嗰本睇唔見嘅數簿。你做過嘅每一件好事，你伸出援手幫過嘅每一個人，你默默積累落嚟嘅福報，呢啲全部都係你嘅德行。德行唔係做場大龍鳳俾人睇，亦唔係捐幾角水然後要人返個獎俾你，而係你內心深處嗰份善良、嗰份正直同埋嗰份誠實。你係一個咩人，你心裏面最清楚，老天爺亦都睇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你做咗虧心事，就算你聰明絕頂，可以呃得過全世界嘅人，但你呃唔到你自己個良心，更加呃唔到老天爺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起咗善念，做咗好事，就算靜靜雞冇人知，老天爺嘅數簿上面一樣幫你記低咗。你嘅德行會好似影子咁跟住你，影響你嘅一生，甚至會庇佑你嘅下一代。易經裏面有句說話講得好透徹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意思就係你積累嘅善行，遲早會為你同屋企人帶嚟福報。你做埋啲陰邪事，最終亦都會招惹災禍。呢個因果規律，無論你信定唔信，佢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起緊作用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古代嘅真實歷史故事。講起留遺產俾子孫，宋朝有個好出名嘅名臣叫做范仲淹，大家都聽過佢講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啦。范仲淹做官做到好大，人工非常之高，但係佢自己同啲仔女嘅生活就過得非常之清貧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將啲錢全部攞晒去買義田、起義學，用嚟救濟啲窮苦大眾，同埋供啲窮鄉女去讀書。當時有好多親戚朋友笑佢傻，話佢做咁大個官都唔識為自己啲仔女打算下，趁有權有勢買多幾塊靚地留俾子孫做後路。但係范仲淹一啲都冇理佢哋，佢用自己嘅德行喺老天爺嗰度開咗一本厚厚嘅善簿。結果點呢？佢嗰啲所謂冇留後路嘅後代，出咗無數嘅名臣大儒，范氏家族興旺咗800幾年，歷久不衰。你睇下，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大智慧。古人話得好，積金以為子孫，
子孫未必能守；積書以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。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，以為子孫長久之計。你留低嘅德行，先係真正保命保家嘅護身符。反過嚟，你睇下社會上有一啲人，晚年過得好凄涼，日日提心吊膽，百病纏身。你以為佢哋係因為冇錢所以折墮，其實唔一定。好多時係因為佢哋呢半世人做咗太多虧心事，算盡機關去揾人笨，心唔安，身體又點會好呢？運勢又點會順呢？相反，嗰啲一生善良、老老實實嘅人，就算物質上唔係大富大貴，但佢哋心裏面踏實，食得落瞓得好，周圍嘅人都鍾意同佢哋相處，呢啲咪就係最大嘅福報咯。所以各位老友，你要搞清楚，你真正應該在乎嘅到底係乜嘢？你唔好再將啲心思日日夜夜放喺嗰啲外在嘅、暫時嘅、根本唔屬於你嘅身外物上面。你應該着緊嘅係你嘅經歷、你嘅智慧同埋你嘅德行。唯獨呢三樣嘢先係真正屬於你，係任何人都攞唔走，係會陪住你一世嘅。你將精華同時間投資喺呢三樣嘢上面，你嘅人生先會越嚟越充實，越嚟越有意義。講到呢度，既然我哋知道老天爺嘅安排永遠比自己揀嘅更好，又明白咗只有經歷、智慧同德行先係自己嘅，咁係咪代表我哋以後遇到咩事都攤低手腳，日日坐喺度等老天爺安排就得啦？錯啦，好多人就係將個順序搞反晒。該去拼命、去努力嘅時候，佢坐喺度等天上掉返餅；到咗該放手、該隨緣嘅時候，佢又死命揸實唔放，搞到自己一身傷。呢啲就叫做顛倒夢想。到底點樣做先可以同老天爺打好配合，做到真正嘅順流而下？呢個秘訣其實得6個字：盡人事，聽天命。咩叫做盡人事？就係你要將自己控制得到嘅部分做到最足，做到最好。你唔好因為信老天爺有安排，就日日發白日夢唔去行動。嗰啲唔係叫智慧，嗰啲叫懶惰，叫逃避。該讀書嘅時候你要俾心機，該返工揾食嘅時候你要勤力，該對家人好嘅時候你要盡責。老天爺係絕對唔會去幫一個自己都唔肯幫自己嘅人噶。咁咩叫做聽天命呢？就係當你將自己該做嘅嘢全部做完之後，個結果係點，你就坦然交俾老天爺。你唔好去強求，唔好去執着。如果你明明已經搏晒命，但最後個結果依然唔如你所願，你唔好怨天怨地。點解？因為你要相信老天爺冇俾到你想要嘅結果，一定有佢嘅原因。可能係你仲未準備好，可能係前面有更大嘅福等緊你，又或者係有更好嘅路喺後面等緊你行。正確嘅人生順序永遠都係先盡人事，後聽天命。我識得一個做生意嘅老友叫華叔，佢50幾歲嗰陣遇上大環境唔好，間公司執咗笠，仲爭落周身債，身邊所有人都覺得佢今鋪死梗啦。咁大年紀跌落谷底，點翻身啊？華叔自己都攤咗一段時間，但係轉完之後，佢同自己講，日子點都要過落去嘅。於是佢由一個出入坐名車嘅大老闆，走去街市租咗個細細地嘅檔口，推架木頭車賣車仔麵同小食。好多舊時啲行家笑佢折墮，但華叔一啲都冇理會。佢日日晨早流流去天光墟買最靚嘅料，認認真真咁熬個湯底。佢同我講，我控制唔到生意好唔好，控制唔到幾時先還得清啲債。我唯一控制到嘅就係將碗麵煮到最好食，將個檔口搞到乾乾淨淨，對每一個客人都客客氣氣。至於賺幾多，交俾個天啊。結果點啊？因為佢啲嘢食真係足料又好味，口碑越做越好，由一架木頭車做到入鋪位，再由一間鋪開到變咗連鎖店，唔使10年時間，佢又東山再起。華叔後嚟同我飲茶嗰陣話，破產嗰陣我真係覺得老天爺對我好唔公平，但而家回頭睇，其實老天爺係幫緊我。如果唔係嗰次破產，我永遠都唔知自己原來仲有呢種韌力，永遠唔知人生仲可以有另一種活法。我失去咗一間爛公司，但老天爺俾翻個更加踏實嘅人生我。呢個就係盡人事聽天命嘅最高境界。其實唔單止現代人，
古代嘅大智慧者都係咁樣同老天爺打配合嘅。大家一定聽過北宋大文豪蘇軾，即係蘇東坡。佢本來做高官做得好地地，點知無端端俾人陷害，爭啲連條命都冇，最後被拋去一個好荒蕪、好偏僻嘅地方。黃州有一個高高在上、前途無量嘅京官，變成一個連人工都冇嘅罪人。換咗第二個人，可能日日喺度喊冤，一日而終啦。但蘇東坡冇喎，佢發現自己控制唔到朝廷嘅人事變動，咁佢就去控制自己可以控制嘅嘢。冇錢開飯，佢就自己去開荒種地，做個老農夫，冇靚肉食，佢就用當地最平、冇人要嘅豬肉，慢慢燉，發明咗流傳千古嘅東坡肉。佢順住老天爺俾佢嘅絕境，寫出咗無數千古絕唱嘅詩詞。老天爺寬埋咗佢做大官嗰道門，佢就自己推開咗做大文豪同美食家嗰隻窗。佢冇同命運死磕，佢只係好似水咁順流而下。所以各位老友，你一定要記住，老天爺俾乜嘢劇本你就用心去演好嗰個角色；老天爺俾乜嘢材料你就用心去煮好嗰味餸。你努力過，盡咗全力，你就唔會後悔。至於結果係點，你都能夠笑住接受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可能會話：哇，你講呢啲境界太高啦！我只係個普通人，日日俾生活逼到抖唔到氣，點樣先可以做到咁通透啊？其實要改寫你嘅心態，順應你嘅命運，根本唔需要去深山修行，亦都唔需要咩高深嘅法術。你只需要喺日常生活入面袋定5粒定心丸。邊5粒？今日我就將呢5粒定心丸一字一句咁交俾你，只要你肯吞落肚，以後遇到咩風浪，你最驚嘅嗰個命運自然會乖乖地成為你最好嘅安排。第一粒定心丸，當你失去一樣嘢嘅時候，你試下同自己講一句：冇咗就係冇咗，證明佢本來就唔屬於我。你唔需要逼自己即刻唔難過，想喊就喊出嚟。難過係人常有嘅情緒，但係喊完之後，你要用呢句話去提醒自己。慢慢地，你會發現你為失去而痛嘅時間越嚟越短，個心亦都越嚟越放得開。第二粒定心丸，當你得到一樣嘢嘅時候，你試下同自己講一句：得到就係得到，證明佢暫時借咗俾我。千祈唔好因為得到一啲甜頭，揾到少少錢就開心到忘形。你要知道，呢啲都只係暫時嘅緣分，你可以好好去珍惜佢，但唔好死命執着。你可以開開心心去享受佢，但唔好將成個人生依賴落去。第三粒定心丸，當你遇到挫折同困難嘅時候，你試下同自己講一句：老天爺咁安排，一定有佢嘅道理，只係我而家仲未睇得明。你要相信，今日嘅難關係為咗逼你聽日變得更加強大，今日嘅委屈係為咗將來撐大你嘅格局。你唔需要日日呼天搶地問點解，你只需要去經歷，去體會，咬緊牙關繼續向前行。第四粒定心丸，當你面對選擇，心大心細嘅時候，你試下同自己講一句：無論我點揀，老天爺都會為我做最好嘅安排。好多人做決定嗰陣患得患失，經揀錯路行錯期。其實唔使驚，你根據自己當下嘅判斷揀一條路，然後全力以赴去做好佢，剩下嘅結果就安心交俾個天。第五粒定心丸，每晚臨瞓前嘅5分鐘，你試下攤喺張床度，回想下今日發生嘅事，分清楚邊啲係你自己爭取翻嚟嘅，邊啲係老天爺嘅安排。感恩老天爺俾你嘅一切，亦都感恩你自己嘅努力，感恩你今日得到嘅，更加要感恩你失去嘅。日日係咁練，你個心就會越嚟越平靜，越嚟越闊溜。易經裏面有句說話叫做自強不息，厚德載物。自強不息就係盡人事，你要不斷去努力，做好自己本分；而厚德載物就係聽天命，你要修好自己嘅德行，用一顆平常心去承載老天爺賞賜俾你，或者攞走你嘅一切。你失去嘅都係你生命裏面多餘嘅雜質，你得到嘅都係你應得嘅福報。我成日同身邊啲人講，人生就好似一條大江大河，而你只不過係河裏面嘅一滴水。身為一滴水，你根本唔需要知道條河最終流去邊，你只需要跟住啲水流走。該轉彎嘅時候，
順勢轉彎，該去到急流嘅時候，自然會加速；該去到平靜嘅湖面，自然會慢落嚟。你唔需要喺水裏面死命掙扎，唔需要抗拒。你越係掙扎，反而越容易浸死。你放鬆個身，順住水流，不知不覺間，你就會輕輕鬆鬆咁去到廣闊嘅大海。你睇下身邊嗰啲活得通透、活得自在一啲嘅人，唔係因為佢哋銀行戶口多幾個零，唔係因為佢哋擁有多啲，而係因為佢哋要求得少。佢哋知道人生最大嘅幸福，從來都唔係得到你想要嘅一切，而係識得去珍惜你當下擁有嘅一切。人生最大嘅財富，亦都唔係你有幾多層樓，而係你心裏面有幾安寧。所謂嘅命數同玄學，講到尾，其實就係叫你睇清你自己個心。你最驚嘅嗰個命，其實全部都喺老天爺嘅慈悲掌握之中。你失去咗一個伴侶，其實係老天爺幫你篩走錯嘅人，要留個位俾更加啱你嘅人。你失去咗健康，係老天爺大聲喝停你，要你重新認識生命有幾寶貴。你失去咗金錢，係老天爺要你明白，世上有啲嘢比錢更加重要。你失去咗朋友，係老天爺要幫你看清楚，邊個先係真正值得深交嘅知己。所有嘅失去，都係老天爺喺度幫你大掃除，幫你清走啲垃圾，為你準備更好嘅將來。所以唔好再驚失去，唔好再抗拒失去，更加唔好去抱怨。相反，你要由心底裏去感恩每一次嘅失去，因為嗰啲全部都係你人生蛻變、重新開始嘅黃金機會。各位老友，人生苦短，轉眼就係百年，唔好再將你寶貴嘅時間同精力浪費喺無謂嘅得失上面啦。你要將心思用喺最重要嘅事上，就係提升自己、完善自己，活出一個無悔嘅人生。你要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老天爺俾你嘅呢一次生命。我相信，只要你能夠參透今日講嘅呢啲道理，你嘅人生一定會慢慢發生改變。你會變得更加輕鬆，更加自在。你唔會再驚失去，因為你知道你失去嘅本來就唔屬於你。你亦都唔會再死，執住要去得到，因為你知道真正屬於你嘅經歷、智慧同德行，永遠都唔會失去。希望今日呢番話可以幫你解開一直以嚟嘅心結。如果你覺得聽完個心舒服咗，有共鳴，記得幫手點個讚，同埋訂閱呢個頻道。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，寫出嚟交俾老天爺，個心會鬆啲。願大家都可以喺老天爺嘅安排之下，活出最自在、最好嘅自己。